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耶牧师。7月14日，无限赛局的攸关存亡应变。今天的经文，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上23章到27章。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5章33节。我为你的件事和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感谢上主，因为你使我没有犯杀人和为自己报仇的罪。在美国有一个大型的连锁药房，它叫做 CVS， 它一向是以健康医疗为他们的宗旨，所以他们跟了很多的医院来合作，办了许多健康的讲座。而在他们办的健康讲座的会议最后，总是会有人点出他们这个公司的一个点，就是你们的店里不是有在卖香烟吗？哇，这真的是一个痛点跟盲点。一个打着健康的连锁药房，可是他们卖的却是让人不健康的东西。于是在2014年的2月，这一间大型的连锁药房 CVS， 他们就宣布将全数共2800多家的店内停售香烟跟其他烟草的制品。这项决定将会使得公司每年损失20亿美元的收入。并没有人逼他们这么做，也没有丑闻，网络上也没有人发起号召。当然这个消息引起大众热烈的支持可是华尔街跟这个业界名嘴却不以为意金融的评论家就这样说，华尔街不是童话世界，华尔街不会说我要买 CVS 的股票，因为他们是好公民。还有其他的有名的克瑞默也接着这样评论说， CVS 的每股盈余变差了。是的，如果商场是有限赛局，如果未来很容易预测，那么名嘴真的是100%很正确说对了但这商场上竞赛是无限的，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会如何，就在于这个公司它的眼光是有限赛局还是无限的赛局。从后来的统计，我们知道 CVS 停售香烟之后，尼古拉贴片销售量增加了 4%。 尼古拉贴片就是为了要来戒烟的，显示 CVS 它决定鼓励吸烟的人要戒烟，以至于这些卖香烟的收入并没有让别的公司也增加收入，反而有更多的人在香烟的支出上减少。我们知道吗？从后来这个公司股价的表现，我们就知道消息一宣布的隔天果然是股价跌了 1%，1%第二天会怎么样呢？第二天就开始回弹咯。我们看停止卖香烟这个消息之后1年半这股价竟然冲高到停售香烟之前的2倍。你没有听错，竟然因为停止了香烟的售价创了历史的新高。这是怎么回事呢？对，这就是在诡谲多变的时代中，那不变的就是真理，不变的就是要做对的事情。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从第23章开始，大卫仍然被扫罗王逼迫，但他做对的事情，他并不计较扫罗怎么逼迫他。我们看到第24章，大卫在隐基底洞中拒绝伤害扫罗，因为他有机会但大卫并没有杀害他加害他，
所以他在洞外的时候向扫罗来说，我本来是可以害你的，但因为你是神所膏立的。扫罗听了之后真的是悔过啊，求大卫将来不灭绝他的父家。我们看到这个事情之后，撒母耳过世到第25章，所有的以色列人为撒母耳举哀啊，而大卫呢也下到巴兰荒野去。有一个迦勒宗族的人叫拿巴，他是在当地做生意，也是一个大地主，但他却是一个凶恶粗暴的人啊。大卫在荒野听到拿巴在加密剪羊毛，他们都会去给他帮助跟旨意，也请他的属下去跟拿巴说，是不是可以给他们一点东西。拿巴听到大卫的手下来传达这样的讯息时，他怎么回答呢？拿巴说，谁是大卫啊？谁是耶西的儿子？近来啊，这地方逃跑的奴隶很多，我才不随便给我的饼水和剪羊毛人预备的肉给那些不知从哪里来的人呢。哇哦，拿巴讲这话，大卫听见了，透过部下所传回来的。我们想大卫他怎么回应呢？他是这么有大气的人，扫罗怎么逼迫他，他都不回首哦。但此时的大卫竟然下令说，配上刀，请所有的他的部下全部配上刀，他自己也配上刀，带了400个部下出发，为了就是争一口气啊。因为这个拿巴讲的太不像样的话，他生气了。而拿巴的妻子的手下听到这个消息啊，赶快去跟他的女主人报告啊，说不得了啦，我们的主子啊真的是讲了不好的话。这个大卫他其实是不找麻烦的，而且他常常日夜保护我们啊。女主子啊，请你赶快看怎么样来想办法，因为这个事情可能是成为我们主人跟我们全家的灾难呢。我们的主人很凶啊，谁的话他都不听的。拿巴的妻子艾比该连忙预备了200块饼、2皮带酒、5只烤好的羊、17公斤烤熟的麦子、100串的葡萄干和200块无花果饼，都驮在驴背上，然后对仆人说，我们走，你们走前面，我跟在后面。然后他到了大卫的面前，他马上跪下来。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主啊，请听我说，罪过由我来承担，请不要理拿巴那坏东西，他是名副其实的蠢材。你的仆人来的时候我不在，上主没有让你亲手向敌人报仇，杀了他们。现在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向你发誓，你的敌人和所有想害你的人都会像拿巴一样被惩罚。请你收下我带来的礼物，分给你的部下吧，也请你饶恕我的过错。上主要使你做王，你的后代也要做王，因为你为上主打战，你的一生都不会犯过错。亲爱的大家，我们看到艾比该是第一个向大卫跪下，称他是我主我王的，而且他把原来是一个灾难，却化为让大卫不至于犯错，不至于犯罪。所以大卫他就讲了今天我们的这个金句，说了什么？哎呀，赞美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他今天差你来见我，我为你的见识和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感谢上主，因为你使我没有犯杀人和为自己报仇的罪。上主使我没有伤害你，但我指着上主以色列的永生上帝发誓，要不是你急忙赶来见我，拿巴家所有的男人在天亮以前都会死光。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人的情绪有时候真的会让我们抓狂，是吗？大卫幸好
幸好及时的停住回转。当然大卫还是要持续逃往那非利士人的地，而他继续也遭遇到许多人生不好过的日子，但他汲取了这个教训。在那重要的时刻，他知道那攸关存亡应变。我们呢，亲爱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有那应该做，而我们一直没有做？当人指出来的时候，看到我们这个组织或我们这个房间里面所谓的大象，也就是那个我们的盲点时，我们有提出来吗？我们有知道之后马上回转吗？就像那 CVS 大型连锁药房，他知道要做对的事，从此不再卖香烟。大卫停止他的怒气，回转。我们好不好今天也来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应变？有没有攸关存亡的，求神来帮助我们转回归向神。我们来默想，我们有没有察觉什么攸关存亡的事件？我们如何应变才能健康永续生存，便活得更美好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谢谢你，你用你的慈神爱所带领我们走义路，带领我们走对的路，使我们活出那永远那永恒的美好。我们不看眼前，我们看的是主你给我们的那个使命，是主你要我们活的无限赛局里面那个美好的应许。谢谢你开我们的眼界，谢谢你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我们活出无限赛局那个攸关存亡的应变，好使我们真的是活出那个神应许给我们的美好。我们明天见。